歡迎大家嚟到第四屆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網上簡介會啦！好多謝過去咁多位嘅校長、老師同埋各界嘅學生去參與同埋支持我哋呢個活動。好啦，我首先介紹下自己先，都可能有人未必知道我係邊位。我係聯合主席陳家俊，係啦，嚟自呢個野外動向 Hong Kong Discovery 嘅。咁我哋機構由2000年成立到而家啦。咁其實過去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學界同埋一啲商界嘅活動嘅。咁詳情你哋可以上有關嘅網頁啦，同埋一個 QR code 咧，就可以了解到我哋嘅工作噶啦。好啦，跟住嚟緊咧要介紹另外一位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啦，就係我哋嘅聯合主席譚佩玉博士啦。Hello，大家好。咁咧，好開心咧，可以再次同野外動向咧一齊合作舉辦呢個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嘅。咁啊，去到第四屆啦，咁亦都好希望咧，今年咧會同以往一樣，有好多嘅學校參與，一齊咧去見證住咧同學嘅成長。咁啊，我都介紹下自己先。咁咧，我係嚟自香港地質學會，咁係而家嘅主席。咁香港地質學會咧係一個非牟利機構，我哋簡稱 GSHK。咁呢個學會咧，希望咧係加強本地嘅地質研究，同埋培育大眾咧對地質嘅興趣。我哋學會咧係好希望咧地質嘅知識咧係一路咁樣承傳落嚟，而且相信地質知識係實現而家持續社會不可或缺嘅一環。所以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學會推廣俾大眾。而且呢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學會咧經多年嘅努力咧，成為咗香港而家備受重視同埋尊重嘅學術團隊。學會咧係好希望咧持續咧向香港嘅學生啦、老師、公眾同埋從事地質工作者咧提供增進地質知識嘅機會。咁講少少歷史啦，我哋咧其實咧呢個學會係響80年代咧就由一群本地嘅地質學家咧發起，而且正式喺1982年7月26號咧就正式成立嘅。咁成個學會咧就係推動香港嘅地質科學，希望咧為到專業人士同埋地質業餘嘅愛好者咧提供一個交流平台。自成立以嚟，我哋咧多次咧舉辦地質嘅會議同埋研討會，定期組織本地同埋海外嘅考察，提供唔同地方嘅地質嘅一啲嘅研討同埋學習機會。喺2022年咧，學會咧更加籌備咗一系列嘅研討會同埋講座，慶祝成立40週年。而上年咧，我哋咧都聯同咗香港地質公園咧，舉辦咗一系列嘅講座，希望咧增進大家咧對於呢個嘅地震相關嘅知識。而今年咧，我哋呢個嘅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咧，同埋野外動向一齊咧，繼續咧係會為中學生咧提供呢個嘅學習機會。先講少少啦，其中一個 highlight，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我哋今年會有2個嘅考察地點。咁陣間咧就會交俾咧我哋嘅其中一位聯合主席阿 Jan 咧會詳細解釋啦。咁阿 Jan 交俾你。好，唔該晒譚博士嘅。好啦，跟住嚟緊咧，我哋即係除咗要多謝阿譚博士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要多謝好多唔同嘅支持機構啦，同埋我哋一眾嘅籌委會嘅顧問嘅。咁籌委會顧問咧就係你而家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噶啦。咁但係咧，我哋今年咧仲新增咗3位喎，就係嚟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同埋浸會大學嘅教授。咁而我哋嘅支持機構咧，今年咧亦都多咗一個，就係英國地質學會香港分部。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活動咧，即係有賴大家嘅參與啦，亦都有賴我哋所有工作人員嘅努力啦，亦都得到各界嘅支持。咁再次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好啦，正式嚟到我哋嘅簡介會嘅內容啦，就係大家要留意啦，各位嘅收聽緊嘅校長啊、老師啊同同學咧要留意啦，就係記住呢個咧都係一個跨學年嘅活動。第二樣嘢，如果喺個活動個過程之中有學生或者有老師會離校或者轉校嘅情況之下，冇問題嘅，只需要學校用電郵正式通知大會，將個補缺補翻俾我哋就可以啦，就係咁簡單嘅啫。好啦，
個機制咧同過往嗰機制一模一樣啦，就係4人一隊啦，由老師同學生組成啦。咁按我哋最後嘅總成績咧，就會頒發唔同嘅獎項嘅。咁最終咧都會有3隊咧係會有呢個全場總冠亞季軍嘅。咁希望大家喺呢一個活動入邊就要繼續努力啦。好啦，我哋今日做呢個簡介會咧，就當然啦，梗係講緊呢個正式接受報名啦。由今日開始，4月11日。即日至到6月6日開始之間，我哋就會正式接受報名。而每間學校咧，最多只可以派出2隊啊，留意啊，每一隊由1位老師同3位學生組成。咁個學生個界別年紀同埋個班級咧，就係由呢個中2去到中6。但係今年咧有一樣咧非常之重要嘅，要提一提所有嘅參賽隊伍就係、由於今屆咧頭先阿譚博士講啦，我哋必須要前往2個唔同考察地點，亦都因應過往嘅一啲嘅經驗啦，同埋一啲政府部門嘅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好呢個活動啦。希望可以學校係派出2隊嘅時候，喺考察當日必須要安排2位老師隨隊嘅。咁一隊就跟一隊啦，第二隊就有第2位老師跟嗰個隊伍去做考察啦，以策安全啦。咁只需要學校嘅同工就都可以嘅，OK。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咁有啲老師會問啦，哎呀，我哋可能平時考察我都可以安排到2位老師，但係平時嘅工作坊未必得喎。咁冇問題嘅。咁但係考察以外，純粹工作坊咧係可以由同一位老師帶領晒2隊嘅學生參加嘅，你可以留意喺度。但係喺每一隊嘅時候咧，必須要填寫一份嘅報名參賽表。但係如果暫時未揾到2位老師嘅時候咧，你可以寫埋同一位老師都可以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提示啊！希望各位老師留一留意。好啦，跟住咧，我哋第一場嘅活動咧就係喺7月18日啦。咁我哋嘅活動咧，嘅工作坊全部都係禮拜六嚟嘅。咁呢個時間都係多數喺11點至到1點之間。好，第一場7月18日星期六，我哋個選址嘅地址已經 confirm 咗，就係去到香港中文大學。相信曾經參加過我哋嘅活動嘅同學，亦都非常之熟悉呢一個地方啦，就係 LT1嘅演講廳。咁當日咧，我哋會公布比賽最新嘅資訊啦，同埋會有地質講座。咁我地質講座咧，就會由香港地質學會嘅代表咧，係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地質嘅知識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7月25日啦。咁我哋就會移師去香港浸會大學。今屆浸會大學咧就會有2位嘅講師咧，會為大家咧講一啲環境嘅工作坊，亦都除咗地理以外咧，仲因為地理其實會牽涉咗周邊嘅環境，咁希望大家可以學到更加豐富嘅知識。好啦，去到8月22日啦，就係問答比賽同埋專家講座啦。咁問答比賽會問乜嘢啊？咁第一樣嘢一定係會問主題嘅地點啦，荔枝莊啦、鴨洲啦。咁第二樣嘢會問乜嘢啊？就會問喺第一日活動香港地質學會佢哋嘅講者講嘅內容啦。而第二樣嘢咧就會係問上一場浸會大學所曾經提及嘅內容啦。咁所以各位同學，你哋去聽呢啲工作坊嘅時候，就一定要用隻手、用支筆、用張紙抄低晒你所有重要覺得好有用嘅資訊，留翻嚟呢個問答比賽答問題啦。好啦。喺8月22日咧，我哋會分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一樣係呢個問答比賽，第二部分就會有個專家講座。我哋今次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周達成教授嚟自香港中文大學，佢會為大家進行一場講座嘅。咁平時只有上去播嘅可能係一啲嘅學生先有機會啦。咁但係今次所有嘅參加同學都有機會，我覺得呢個機會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好，跟住嚟緊咧就係9月19日嘅活動啦，就會移師到去香港大學。咁香港大學亦都會分開2部分啦，第一部分就係朝頭早嘅講座，第二部分就係下晝嘅一個參觀活動。咁有啲同學話我上年都去過咯喎，咁今年係咪可以唔使去啊？唔可以嘅。第一件事一定要去。第二樣嘢，因為個展館有好多每年都會更新嘅展覽資料啦，同埋展覽品啦，咁所以其實你每次去咧都會有新嘅資訊咧係可以學得到嘅。好啦，跟住呢個重頭戲啦，就係嚟緊個
地質大搜查日啦，即係實地考察日啦，就係10月3日，10月3日係正日。而我哋都準備埋一個後備日，要俾各位校長、老師同同學預備一日嘅，就係 just in case 嗰一日天氣唔好，因各種情況之下，我哋要延期。咁所以後備日咧就係會10月10日，大家留意。我哋去嘅地點就係荔枝莊同埋鴨洲。好啦，咁呢度咧需要講多些少嘢嘅就係我哋大會咧會提供來回船咧去前往呢個荔枝莊同鴨洲嘅。咁嚟到嘅時候上到船咧，我哋就會係去派發呢個工作紙啦。但係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同頭先我哋開頭亦都講過，就係因為今次我哋必須要去分開隊伍去兩個地方，所以喺實際嘅考察日入邊，除咗各位帶隊老師之外，第二隊一定要揾另外一位嘅老師。TA 或者學校嘅同工去負責幫手帶領。好啦，荔枝莊同鴨洲咧，分別咧都係會做90分鐘嘅實地考察，即是話加埋會有180分鐘，但每個地方就係90分鐘。而每位嘅參加隊伍必須要自備呢個指南針或者呢一個地質指南針，就有如我哋畫面上面嘅圖示，指南針同地質指南針上係有一個差別嘅。咁謹記要帶呢兩類型嘅其中一種啦，就唔好就咁帶一粒圓形嘅指南針就當係用，係做唔到呢一個地質考察嘅，謹記啊，OK？好啦，個活動亦都係啦，落船之前就要交功課噶啦，同埋需要上載圖片，因為今屆我哋新增咗就係會喺一啲地質考察問題係需要大家影相，甚至係需要指明影到啲乜嘢而上載翻個答案嘅。咁所以謹記，到期時一定有手機啦，咁到期時去到網絡個路程上面係收到信號就可以 upload 翻啲相片俾大會噶啦，就咁簡單。好啦，完咗實地考察活動之後咧，喺10月24日咧，香港地質公園咧亦都會提供一個講座嘅。而最後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頒獎禮啦，就係喺11月28日。咁詳情咧，我哋都會喺大會網頁咧係不時更新同埋會公佈嘅。好啦，大家聽咗咁多啦，亦都相信對呢一個第4屆嘅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嘅一啲資訊咧，會比較了解啦。咁由而家開始已經正式接受報名啦。咁報名嘅須知咧，就喺我哋嘅網頁上面已經羅列清楚噶啦。咁你只需要上到大會網頁，由呢一個網址，又或者呢個 QR code 登上呢個網頁，網頁上面就會有更加詳細嘅資料。希望到時嚟緊見到大家。再次多謝譚博士嘅出席，我哋嚟緊活動見。